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又嚟收睇酷溫嘅單車介紹。今日咧，我哋將會同大家介紹呢一款由舊版本 Vita R5進化而成嘅 R5 Pro。佢咧有好多方面嘅組件升級，但係價錢維持不變，售價都係5980蚊起啫。好多車友咧都會問同一個問題，到底 R5 Pro 同埋 R10呢兩個售價相同嘅型號，佢哋有咩細緻嘅分別呢？嗱，其實佢哋95%嘅地方都係一模一樣噶，唔講你唔知，佢哋兩個嘅車架咧都係同一個車架嚟嘅，只係外觀設計上面有些少嘅分別。再嚟咧就係佢哋外胎嘅分別，R10咧用上25mm 嘅外胎，而 R5 Pro 咧就係用上26mm 嘅外胎，稍為闊啲啲。假設你諗極都唔知買邊一個型號好啲嘅話咧，你就望下邊一款你覺得順眼啲，你就買邊部就可以啦。所以呢條短片 show 出嚟，雖然係 R5 Pro，但係你可以當埋自己睇咗 R10噶啦。我哋即刻嚟睇下呢兩個型號到底有咩顏色啦。首先係 R5 Pro，有白色、深灰色、變幻色、水泥灰色、銀色、啞黑色、紅色同埋墨綠色嘅。跟住落嚟就有 R10啦，有靚黑色、啞黑色、靚灰色以及係啞灰色嘅。然之後咧有熒光黃色、粉紅色、變幻色以及係白色。最後啦有藍色或者係紅色嘅。另外廠方咧都會提供一啲純色嘅車架俾大家訂製，意思即係車架上面冇任何嘅品牌貼紙，非常合適咧一啲中意超簡約風格嘅用家，或者係想自己黐貼紙上去嘅用家嘅。依家我哋即刻睇睇部單車啦。原裝會用上 Vatos Pad 嘅前撥，但係過往嘅經驗話俾我哋知，佢升降大細盤嘅效能咧真係一般嘅啫。所以我哋會建議客人加200蚊換面前呢隻 Shimano 嘅前撥，成套變速系統咧就會爽好多噶啦。另外大餅咧係用上 Sinix 型號 PR6嘅大餅，齒數係34同埋50齒。波腳方面用上 Vatos Pad 嘅12速波腳，佢變速準程度十足，調校亦都好容易，性價比係好高嘅一個波腳嚟嘅。飛輪方面咧就用上12速 Sunshine 嘅卡式飛輪，齒數由11齒上到去32齒，一啲大斜路咧你都可以輕鬆上到去嘅。呢款係變幻色，有啲人咧中意嗌佢變色龍，唔同光線、唔同折射都會令到車架呈現出藍、綠、紫3隻色，係一個好特別嘅顏色嚟嘅。另外呢個車款咧，無論車架、前叉、座管、彎把咧，都係用上碳纖嘅。車轆方面，原裝就係跟眼前呢個鋁合金輪組，你亦都可以加錢升級換埋碳纖嘅輪組。5000幾蚊嘅公路單車，原裝仲可以俾埋碳纖一體把俾你，成部單車網絡冇線材外露，做到真正嘅全內走線，令到單車外觀上更加有型格同埋高階嘅感覺。變速槍手方面咧，用上 Vatos Pad 嘅全油壓槍撥，佢嘅側面你會見到相當型格嘅黑色石紋，全油壓碟剎。過往大品牌一啲1萬幾2萬蚊嘅單車先至有，但係依家 Vatos Pad 咧就用平價生產到呢一款嘅槍撥出嚟，令到入門級嘅價錢都可以玩到中高階級嘅剎車感覺。而5000幾蚊，以往淨係可以買到16啊18速，依家可以玩到24速，真係冇得你唔服啦！另外前後轆咧都係用上外層碳纖、內層鋁合金嘅花鼓，而後轆咧就更加用上4啤令花鼓添，佢會令你踩單車嘅時候阻力更細，踩得更去。另外佢係用筒軸嘅，當然佢同普通嘅快拆一樣，大概用8秒嘅時間就可以擰鬆支棍拆個轆落嚟，但係佢相比起傳統嘅快拆，佢更加安全。好多車友最驚就係裝翻個轆嘅時候會產生一啲磨碟聲，原因都係因為個轆同之前有啲輕微走位，但係筒軸式嘅快拆就可以還原翻最中間嘅位置，大大降低你磨碟嘅機會。再嚟就講佢個制動器啦。Vita 唔再用線拉油壓碟剎，直接將佢升級做剎車能力更強、手感更加輕盈嘅全油壓碟剎。2萬幾蚊嘅單車先做到嘅嘢，依家5000幾蚊搞得掂。另外碟片方面咧，前後都係用 Techo 160mm 嘅碟片。
另外 R5 Pro 或者 R10除咗可以選擇剛才介紹嘅 Vatrospeed 24速之外呢，仲可以揀來自美國品牌 SRAM Rifle 22速變速器，配上台灣 Tektro 頂級線拉油壓碟剎，價錢都係7000幾蚊起啫。Kvitta 呢個品牌嘅單車訂購大概需時4至7日，凡喺 Coolone 買任何單車，我哋都係包安裝、包送貨到樓下。歡迎 WhatsApp 54829987同我哋查詢或者落單。今集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另外片尾呢，我哋都會播出呢部單車嘅花鼓聲，如果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留低繼續睇埋佢啦。